喜，尹夫人离你有礼啦。你看，我们又多了个女儿了吧？尹将军、尹夫人如果不嫌弃的话，那民女就叫二位爹娘如何？好，好。哎，太好了，浩儿，你又多了个妹妹不是？大哥好。青柔，以后有什么事，大哥一定扶桑恼火。大哥，这话我可记着了啊。参见王爷。尹老将军、尹夫人，不必多礼。我看青柔一定是饿了，我下去准备点饭菜。来，走啊！也走啊，别留下我一个人嘛。贤姐，你为什么要娶我？你要是觉得我砸到你，你要惩罚我，那你大可以骂我、打我，那你为什么非要娶我呢？那本王倒是要问一句，你为何不愿嫁我呢？在我们老家那边，就是谈恋爱是很容易的，但是结婚是要有前提的。首先呢，你得是四有新人，有房、有车、有款、有型什么的。不过好像你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，因为这全天下都是你家的，你既是官二代，又是富二代。不过真可惜，谁会喜欢你这个冰块脸啊？简直面瘫到极致了。你怎么知道没有女子喜欢本王啊？对，有个叫杜嫣然的，就特别喜欢你。怎么样，你把她娶回去啊？好了，其实呢，找老公不一定要找有钱的，一定要找一个一心一意对你的，尊重你、理解你的，偶尔呢再有一点点小浪漫就足够了。算了，不说了，反正你也听不懂。本王虽听不懂，但却一一记下来，日后慢慢参悟便是。我走了，你在尹府安心待嫁就好。你就算要结婚，好歹也弄个求婚什么的呀，现在弄得跟强抢民女似的。你说什么？何为求婚呢？哎呀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我走了。求婚？这一没零食吃，二没游戏玩，三没电视剧看，简直比皇宫还无聊。大哥，尹将军，妹妹，我来看看你。大哥，你就带我出去玩吧，我都快无聊死了。三王爷还真是了解青柔啊。仙琪，三王爷说这几天你未曾出门，肯定闷坏了。这不，让我来找你，与他一起去东郊游玩。真的吗？管他是仙气还是仙霸，只要能出去玩就行。走吧。风筝怎么断了？这怎么办啊？这是好事啊，这样呢，风筝就会带着霉运飘远了。这说明你要开始走运了。呵呵，遇见你我就没好运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的意思是，现在风筝断了，还有什么好玩的？等一下李章过来，自然就有好玩的了。表哥，哟，时刻都忘不了你的表妹啊！表哥，这就是你说的好玩的。王爷，杜姑娘刚刚到府上找您，我也是没办法，只好告知了您的行踪，请王爷恕罪。罢了，来都来了。你小心点行吗？知道这琴有多名贵吗？有多名贵？是绿蚁琴还是交尾啊？这么说，秦柔姑娘对古琴有如此的见识。那不妨让我等见识一二。谁规定见过猪跑就要吃猪肉啊？不行就闪一边去。表哥，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一起弹奏吗？不如今日我们就试一下，合奏一曲如何？你以为你们是朗朗周杰伦啊？还四手联弹？别以为皇上赐婚了，你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。表哥现在，姑们也就图个新鲜，我们的感情是你比不了的，就跟这根香蕉一样，不新鲜了，也就只被扔掉。也对，也不知道是谁为了图个所谓的新鲜，就把那么多年的青梅竹马给扔掉了。你这青梅竹马到底多无趣啊！你，我撕了你这张嘴，让你逞强！你